依家就戴上你對耳機，放下你部手機，閉上眼睛，靜心聆聽。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廣東話版。般若波羅蜜多心經，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。是故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，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，無眼界，乃至無意識界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，無苦集滅道，無智亦無得，以無所得故，菩提薩埵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心無掛礙，無掛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念三世諸佛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羅蜜多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無上咒，是無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。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，即說咒曰：揭諦揭諦，波羅揭諦，波羅僧揭諦，菩提薩婆。玄奘大師與心經的故事。唐太宗時，有一位國師名玄奘法師，在家姓陳，12歲時跟隨哥哥出家。出了家後，讀一切經典，有些經典是鳩摩羅什法師翻譯，有些經典是別的法師翻譯。他對有些語句生疑，很想到印度取經。後來在四川成都掛單，遇到一位老和尚，身生戒賴，人不敢近，唯有年輕的玄奘法師以一顆同情心侍奉他，為他洗膿血、塗藥。不久，這老和尚的戒賴病痊癒。老和尚感他調治之恩，無以為報，唯有一部經可以口傳給他，就是這一部心經，一共260字，念了一遍，玄奘法師便記在心內，後來把它譯出來，一個字也沒有更改。鳩摩羅什法師也有翻譯這部心經，名叫《摩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有如是我聞等語，但不及老和尚傳給玄奘法師所說的那麼簡潔流利清楚。那位老和尚又是什麼人呢？他就是觀音菩薩。玄奘法師後來到印度取經，經過800里沙漠，上無飛鳥，下無走獸，中間無人，唯多鬼怪，念任何經也不能降伏，一念心經，所有邪魔鬼怪隱藏，仗這心經的功德神力，成功到印度取經。15年後回中土，成為國師，專心翻譯經典。心之神力是觀音菩薩，心之智力是大智文殊師利菩薩，心內的法力就是大行普賢菩薩，心中的願力就是地藏王菩薩。這部心經是觀音菩薩教我們明心，凡夫沒明心，起煩惱作業，受無邊生死苦。所以文中云：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一開始就教我們要認識自己，自己不認識不能度自己，認識自己就能度自己，還要認識眾生，認識眾生就能度眾生。諸佛認識自己，也認識眾生，故諸佛成佛度眾生。華嚴經云：十方諸如來同共一法身，一心一智慧，力無畏亦然。十方如來同一個心，無兩個心。阿彌陀佛的心與釋迦佛的心相同，釋迦如來的心與藥師琉璃光如來的心亦相同，所以十力無量佛都是一個心。反觀眾生心，個個不同，因為眾生的心是妄心，妄心又如何會相同？你有你的妄，我有我的妄，100人有100人的妄，所謂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。